那真的是在拯救地球哦，这对啊，的确是在拯救地球啦。就是人先则及地球嘛，没错，你心灵就是一个地球。可是你还是没有解释那个成本的部分啊，你有啥的归回啊？这些人可以觉得幸福跟安全感这件事情很值得探索，我觉得是一个拉力的部分。我觉得还有一个推力的部分是我那时候开始接触一些理财或是财务职场的一些书或者 podcast，会看书。所以它里面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你在一个大公司上班才最危险的。为什么？就是大公司上班可能它不小心公司就倒啦，然后说就被裁员啦，然后其实你是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活下来的能力的。你的意思说，这间公司它如果倒了，然后因为你一直都是在这间公司底下工作，然后你剥除掉这间公司，就什么都不是。对，然后你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谋生。对，你等于是某一种寄生兽，你只寄生在这个公司底下。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你会就熟的我就感觉到我已经对化工这件事情没有热情了。我原来对化工没有热情。那个你已经发现了，对我以前是没发现，以前没发现，没有病耻感，没有病耻感。我那时候就是已经感觉到我所有的生命能量都投注在我的下班时间，上班时间就是为了换钱。我觉得到这件事情对我的心智的消耗，我以前可以感觉不到心智消耗这件事情，可能也是慢慢学智商的过程中感觉到这件事情真的很消耗，就不知不觉也是某种幸福啦。但是知觉了之后就好像又回不去了。对，真的。所以你如果真的犹豫说你要继续待这个工作，或是不知道你最近状况怎么样。